美国911恐怖攻击事件20周年纪念日将至，国土安全部昨天发布新的恐怖主义警示。这份公告提到，美国正面临威胁加剧的环境，既来自国内恐怖主义者，也来自那些受外籍恐怖主义者怂恿的人。公告中警告，暴力极端分子可能会利用防疫措施放宽之际发动攻击。委内瑞拉政府与反对派代表及挪威、墨西哥等协调方代表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出席协商对话启动仪式。委内瑞拉政府与反对派代表13日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启动新一轮协商对话，寻求解决委国内政治危机。委双方代表在仪式上共同签署了备忘录。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8月14日报道，消息人士称，美国政府正在与卡塔尔敲定一项协议，以临时安置数千名为美国工作的阿富汗人及其家人。这位消息人士表示，最多将有8000名阿富汗人将被安置，但他提醒，这项交易还未最终达成。当地时间8月14日，尼日利亚中部高原州官方证实，当天一个中型巴士车队在该州首府乔斯北部一条公路上遭到袭击，造成20多人丧生，14人受伤。尼日利亚西北部和中部地区一直存在穆斯林游牧民和基督教农民之间不时因争夺资源、水和土地控制权而爆发的冲突。土耳其布尔萨1326全景征服博物馆馆长获赠一幅代表维吾尔十二穆卡姆的画作，以表扬该博物馆举办维吾尔种族灭绝主题展览。维吾尔十二穆卡姆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5年编制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此外，布尔萨 IHH 部分组织了东突厥散图片展和支持请愿，以抗议中国在东突厥散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同化和压迫政策。土耳其黑海地区遭到水灾袭击后，东突厥散非政府组织国际联盟和新来越人道主义援助救援队在喀斯塔莫努斋区开展了救援活动。救援队在波兹库尔特斋区分发食物时，会见了环境和城市事务部长穆拉特库鲁姆，表示东突厥散人始终与土耳其同胞站在一起，一起克服困难。中国驻荷兰大使馆前的大屏幕曝光了中国在东突厥散实施的种族灭绝和侵犯人权行为，并呼吁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会。随着塔利班的推进，中国开始为接受尴尬现实营造舆论。中国在所谓消除极端主义名义下，将数百万维吾尔穆斯林关押在集中营，引起国际社会批评。在中国官方媒体上个月发表的一系列照片中，中国外长王毅与来访的身穿传统上衣和头巾的塔利班官员并肩站在一起。从那时起，北京可能不得不承认，塔利班这个在阿富汗迅速扩大控制范围的强硬派伊斯兰运动是一个合法政权。国务卿布林肯说，我们敦促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继续谴责中共在东突厥散的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并防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入供应链。